讲哦，即马第一爱关心的就是医生。我看医生啊，为着要照顾拖拉久安尼，食也袂好，困也袂好哦，看到是来足唔甘的。咱赶紧摕块食哦，来补身体。行。伤害啦！麻烦你注意你讲话的态度好无？昨暗是你甲洪建辉做出对不起阮爸爸的代志，伤害阮爸爸。你毋但无反省，即马讲话阁遮尔大声，是要反省啥？是伊甲我定条条，拖累我、耽误我财产的。那认真讲起来，是伊伤害我较大啦。阿伯，几样吼？你敢要摕起来祝贺妈？看家己面子啊，实在偌歹看面。你即摆面上写着恶一恶毒，唔知见笑。高手阿伯这几年是对你偌尔好，偌尔爱你，你为什么要安尼糟蹋你、侮辱你？你还敢是啊？笑死人黄一成，借问诶，你即摆是用什么理由甲我讲这话哈？你不过是一个外人呢，你凭什么讲我甲高手的代志？我就是要糟蹋伊，要欺下面，要欺负伊来安怎？我早前经过过你啊，但是到我看到你欺负高手，我绝对袂放你死。安怎？你今晚是要气我安是无？你用较苦不要紧，你啥要甲我平条条？你明知我对你更无感情啊呢？你就算讲叫这唔食老麻来甲我强害我在惊，但等于你身躯边要消受啦。你这是咧创啥啦？安怎？哎呦，老甲连一只汤你就寒无法，佮啥想要甲我做翁某？唔离婚哦？爱做后几？好，我同你做一个较够气的。这个真正有遐嚣张哦。莫生气啊！我做加汤啊真多，我搁转来摕互你。行，你等我一下吼。一条来啦，无你先食便当，咱去看恁大个啦。好啦，来，咱今日讲大。原来这段时间，阮爸爸所受的委屈，你拢知影。你是为着要维护阮爸爸的尊严，所以才拢无讲出去。真正是多谢你，这么保护阮爸爸。你莫安尼讲啦，我到高手阿伯熟识遮尔久啊，伊嘛足照顾我啊，我安尼做嘛是应该。好佳仔，为你这么照顾阮爸爸，若无，我只要想着这段时间，阮爸爸毋知受偌济委屈，吞偌济目屎，我这个做查某囝的竟然拢毋知影，我就感觉我家己实在足不好的。你莫安尼想啦，你是恁爸的心肝宝贝，伊嘛是希望咱看到恁每工拢会当快快乐乐咧过日子。所以才甲所有痛苦拢为家己腹肚内底吞，无希望看到你艰苦。因为我相信伊若是看到你艰苦，绝对是比家己受到委屈较痛。我已经嫁出去啊，即马袂用亲像以早共款，常常伫阮爸爸的身躯边照顾伊。我看到伊一个人忍受这款的处境，我实在感觉足烦恼的。你放心啦，阿伯哦，伊看过的世事比咱这少年看过更较济，我相信伊一定有办法解决。伊即摆只不过是看未开，等过一段仔时间哦，伊就看开啊。你是毋贪袂记咧？阿伯哦，较早是咧做庙公，专门咧共开挂。伊若是无一定的地位，伊是要怎做庙公？有，听你安尼讲，我确实感觉好真济啊，多谢你啊。想袂到，你阁真够安慰人哦。你即马才知影我的优点。头家娘。讨厌你。我是代替阮翁哦来看拖拉骨大的人，即马好无？阮大个抑阁袂精神，毋过伊的状况有愈来愈好。医生讲哦，伊复原的机会真大啦。安尼就好啦。安尼你就免阁烦恼啊吼。你可会记得
这个手指无？其实结婚一天，是我载黄一成去教堂甲你求婚的啦。啊，这个手指吼，是我借伊的。啊，迄个时阵你来点头，这个手指即摆已经挂在你的手顶啦，就当作是我送你的结婚礼物。只可惜。公家吼，拢上班啊啦。啊，毋过我也是感觉黄奕成袂歹，想要甲斗3工啊，互伊当找到一个好姻的。啊，你即摆安怎？我无方便讲伤济啦。会当讲个人有个人的命。我甲奕成是好朋友，我感觉。阮做朋友较轻松啦。是啦，头家娘，安尼感觉可好啦。感谢是安尼，若是有机会，你一定袂放弃念慈的，对无？哎呦，头家娘，你就莫甲逼我啊！哎呦。你结婚到即马已经有一段时间啦，你拢会无影响？头家娘，啊，请问你是在做啥物生意啊？我著开。燕子，我来你家啊！我有一个代志是要甲你讲，你对我来一下好无？先生，你是无看到中病者，拢不要拍一下招呼。是讲你这种无礼貌的千金大小姐。讲拢袂惊，你阿公伫外口，向我讲伊袂晓教孙啊是吗？你好，我敢袂当从我的朋友离开一个，想要互外人知影咱兜的代志啊。你讲啥？我唔听唔对是无？你要代替你妈，甲念慈回信嘞？我看真正是天要落人雨啊！念慈。回信的吼有2种啦，一种是真心的，啊一种是假啦。像讲人财互保，你嫁一个人时阵吼，伊的身躯一定会放互假，结果吼一摆就跳足悬的，一喙就甲咬乱，一摆就互伊死啦。我是要提醒你，若是歹人吼，临时讲变好，对你做礼貌，你家己就爱较细腻的。头家娘。我甲我的朋友讲话尔，你敢随安尼甲我口说哈？超过伊直接塞人的人，这是有问题的啦。真金不怕火炼，啊，一个人讲话甲伊的行为，若是经得起考验，就唔惊别人讲话啦。无唔对啦，若是真正金的话，你是无会讲；啊，若是假金的话吼。迄万不伊若想讲过话，小可口说者，迄阵警察若是用口落来，时到用看到内底一寡乌乌臭臭、歹当故事的物件，安尼就害啊！奕成，头家娘，你莫安尼讲啦，我相信小珍毋是参像恁讲的安尼啦。燕子，我只不过是咧甲头家开讲。无别个意思啦。对啊，头家娘，你敢有看过千手观音？看过啊。这个千手观音是手压发气，专门咧度化势力。啊，有这种妖怪哦，伊是表面上生得足水，也是有足侪技巧的。啊，不过伊手压的毋是发气，却是长。表面上对你是安尼啊笑笑，啊，不过却是哦，随时拢会找机会为你后壁补一刀。我知啦。这个妖怪还有另外一个名，叫笑里藏刀，对无？无唔对，阮大个就是迄这种笑里藏刀妖怪卡着，所以即摆人哦才倒里咧搞。咱若是有这种妖怪卡着，吼，迄就真正啦啦。黄奕成，你啊，小郑，我看
咱是先转去好啊啦。依晨，林刚，我甲阮爸爸为因才做伙来看恁大个啦。头家娘，我先来走哈，再见。念慈吼，就是善良啊，心伤过软啊，啊偏偏啊拄着安尼无交心的姊妹啊，我实在足替伊烦恼。对啦，伊人就是受过善良，袂对身躯边的人封闭，毋则互人一直机会对来做出伤害。我即摆唯一会当做的，就是守咱的身躯边好好保护伊，莫搁伊受到伤害。好佳哉吼，念慈的身躯边有你这护法使者来保护。